咁啊，另外一個呢，我哋覺得增加個土地供應係要做嘅。咁有一個現時未發揮得到嘅呢，就係譬如西鐵沿線各個嘅站嗰個站台上邊呢，其實好多空間嘅。咁我哋做過啲資料嘅統計呢，西鐵沿線9個站裏邊呢，可以發展4萬幾個單位嘅住宅單位，4萬幾個。咁啊個總體嘅面積呢，有3000幾萬嘅平方3000幾萬嘅平方尺。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可以喺呢方面呢，先可以發揮起嚟，喺嗰度呢，可以多建一啲中小型嘅單位譬如500尺咁上緊嘅單位，或者多啲或者少啲。咁政府呢，似乎呢對於嗰個恢復復建居屋嗰度呢，好似頗有保留。咁啊，最近我哋睇翻啲報紙嘅報導呢，佢話可能喺度嘗試所謂先租後買呢類嘅方案。咁但係啲方案呢，似乎就個資料唔係好詳盡，而且啲資料唔知準唔準確。咁所以我哋覺得，如果政府話要整啲新嘢出嚟呢，我覺得應該要即係考慮得周密啲，同埋呢拎出嚟呢要多啲，早啲能夠拎出嚟聽多啲意見啦，咁會比較好啲嘅。唔係到時呢，你拎出嚟嘅時候，好似上次燈膽事件、慳電膽事件咁呢，又一片噓聲，咁又唔係幾好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，即係早啲拎出嚟諮詢呢，我覺得會穩妥啲。好，唔該晒。咁就剛才講到先租後買呢，咁其實呢，自由黨有相關